是台湾拿到了呀，等中国可能上这把钱，没谁个吃的难多啊。加上个收入那边被看我参谋老个，但养殖的广播就现在节目去，哎呢，等中国可能上那么得了呀，场面送的就来下，我真的是，哎，那看给到这里，养的个就今天都节点几个月了，但节点是做的，你不对呢？哎，人为团的忙都做了，这全家帮个团结团结，是但的是下，我不觉得老人咋办了？大家上班他会也让我想呢，这人不去，他开出年代给他原来的，我是节水上几个月节水上上班那么大几个月呢，人也这不是那么大的乐过来，哎，你我那成节水上吃的，看到嘛节水上几个月些，哪里我们讨论呀？开始上送给，哪怕他们接受不了呢？哎，他吃什么嘛？都搞不清楚嘛。加上个节点钱是了，就少数生了许大当家，少数国数不接不的，俺是节点钱啊个那么的个，那么大的听不起，几个多个没多，少数辛苦些，少数是许大当。哎，那俺都不得明，节点钱啊个那么的个别那么大的，俺是去乐钱，要我钱的，你节水一样钱，我钱。哎呢，那么的，那么他的没去不去，俺是钱多呢，哎呢，下块钱，给块钱，亲戚的没钱这个，他说上当，但这节点我们是对的，过什么？这什么？哎，像什么了？别说那些钱的，别说舍不得打出嘛的，可是投入的，老年小伙的，过什么？别说老种钱谁的，看到这钱的说了，村里的钱的说了呢，这农村的、纪律的。俺他们老个乐观了下，这说，这什么下？俺大概。